話，你想清楚就好啊！假如今日你稍有差池，你將會有一個文章騙世之罪，那是罪該問斬啊！主上，倘若我今日有負主上旨意，任你拉我上任何東山。之後，自可君臣無輕嘢，令我因財穿咁啱無顏。我要你實無見私情，我則無法君主威嚴，把親情嘅難。請主上命提。想今日兄弟相逢，即係等待難招。你就以兄弟為題賦詩一首為是，詩詞裏邊未能提及兄弟二字。賦詩一來陳令字。四步。主動言動情，都在府中入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。只見才堪讚十步上言，才詩萬七步上詩，上優閒四座掌聲齊拍爛，試問我焉能加罪，再受人彈罵？且待我父愛弟。之城回關啦！真字
時是我心中常掛。子豪啊，你望乜嘢啊？哦，主上，我不過係望過一隻寶鼎啫。哦，你望住呢隻鼎啊？呢一隻鼎講翻起嚟係相當嘅來歷㗎。此鼎乃是子楊黎所造，當年先帝趙平之約得來此鼎，擺咗銅雀台前，好等佢啲子孫。紀念佢戰功威猛嘅。主上，呢個鼎計神貼嚟睇就唔係幾好啦。點解？因為未遵善原理啫。可否許子同我改善一番？子豪，姑勿論我做人嘅手段係點樣，為是對你一向都係深愛嘅。你喜歡點改就點改，不過唔好將佢完全毀爛啊！陳國王，你先向主上不取寶劍一把。主上賜劍。一陣間我要你點改就點改，逆親我意就唔啱喎。老臣都要量量分好，點改咧？嗰隻左耳唔好睇，同我斬咗佢。左耳係。望落隻右耳都唔好睇嘅，斬咗佢啦。右耳。哦，睇嚟左邊隻腳都唔好睇，同我劈咗佢啦。哦好啊，亮亮啊，嗰個頂腳一劈，個頂就會跌親就會爛噶咯喎。啲財主上都話㗎啦，冇話乜嘢就乜嘢，唔能夠逆命而行。唉，破壞幾咁易啊！可惜，斯文獨腳又點能企得穩呢？主上，你都知獨腳係企唔穩嘅咩？高陽你呼喊，上職那意，生意關。二皇叔、三皇叔，兩個腳就代表你同埋曹植，你除去他們兄弟，代表你削去良言。你而家仲要殺埋自健，你都知道獨腳係企唔穩嘅，你又何必處身之外要殺自健呢？我知錯啦！獨力難量千大廈，我寧不敢像你一家言，威讚之豪，王同飲一杯，在你跟前深深謝罪。唔使
侍奉啊！不用，知道你小心才好啊！好。小心啊！制電，落水換運還。